这种重要对啦吼。所以什么物件上准，咱的自信上准。所以呢，一个要听到一个伊人会听，你讲，你会听到你一个规划，你是规家己，你有听到你来自规的，你是规啥物人呢？你若是规啥物人叫你是规家己呢？上顶讲到平时来点叫做自信、自规呢。安尼有理了对，好安尼，你若规划就袂成安尼，安尼你家己的精神安尼有理，有理讲你来听到，无安尼听话就对了吼。这个叫迷信啊！什么人拢是落在自己身上啊？什么人拢对，什么人拢唔对啊？什么人对，什么人对，这无重要，是家己的对法为什么啊？你家己想要知道，啊！你家己要讲要注重，别人对法唔对，那是别人的代志，别人安怎做是别人的代志，但是你家己想。所以呢，是点讲，就是咱应该知影对啊。按小道主的教。这点就是咱今日去落实就对啦吼。落实今日去在家修，大家小道主的教，迄个宗旨、迄个原理、迄个因缘，拢同恁讲甲足清楚啦。哦，一面这个是说清楚的道，哦，怎么落来到这个小道主的教，这个咧强，啊，这个咧强来到这个世间，来到这个人间，带入来到这个世间。带这个体质来到这世间，带这个因缘果报来到这世间，所以咱要如何在这世间来了缘就对了。哦，这个翁是你的名写的，你安怎走入去？这个某是你的，你安怎写的走入去？你写伫遐名写的，这个土地是你的名写的啦。哦，已经名写，你再躲都不了，你再逃不了，为什么？这是你前世做的这个因缘果报，安尼这里不办，你就会逃避，你来逃避，逃不了和尚，逃了和尚，不了庙哦。所以你今日爱面对，面对了功夫就是爱应对，你一定要面对，才有应对的消耗。你没有面对，你怎么逃避？怎么躲不了你的因果？因为名写了遐，这个囝是你的，这个翁是你的，你安得不回？所以我们来到人间，修道要了缘，不是攀缘。了缘能够行功了缘，哦，不是攀缘就三界，那是了缘。报告爱那么了缘，时高飞那么了缘，哦，顺境就变那么了缘。哦，贤都那个了缘，哇，安尼有赞无？安尼有赞，有无啦？有。哦，真有赞对哦。所以呢，你也卖死你也没有要逃避。你再怎么逃避，你再走也是在这个清楚里面，你逃不了了。五缘就是一个土啊，阴阳就是一个卦。这个土啊，把你摊掉的，这个卦把你摊掉，这个土啊把你摊掉的。你永远走不出牛，以牛条来，你白鱼啊，你永远牛条来我说，永远是不出，因为叫白死鱼啊。咱讲是安尼，咱用阴阳管五缘白条，叫做咱讲生存八字，哦，甲你白死鱼啊。所以今日既然北个比咱老北欢喜有北，但是伊个北个咱来知影讲，咱透过修道，来了这个点，我们不要再攀比，不要再造罪。安尼个伊个迄个冤仇愈结愈深，那就无意义嘛，这足艰苦的嘛，你为什么要安尼？为什么？讲冤仇嘛，欢喜做嘛，认真修嘛，安尼尔嘛，足简单的嘛哦。所以修道主的教，修道，它是真正修你家己的教，本身家己教，动手家己教，不做家己教，甚至是家己教。这个修道智慧教，你要真正落实修道，你才能够得到所有善知识、诸佛菩萨、我们的前辈者、我们的祖先、我们的前人的教化，这个教。好，所以这个教是善的，为什么它叫教？因为是义。好。安尼毋是义会，敢有？
欲望时常在身上干扰我们。有无？你那媳妇内底，亲像的上帝教学同咱样死。有无？互咱反反生，你今日去中间哦，倒落来，咱有道啊，咱有真理啊，咱有事理啊，咱有法理啊，咱有真理啊，咱有律理啊，咱有天理啊，所有的理内底中间哦，咱透过学道，咱所以今日伫迄个家内底，伫迄个啥呢？伫迄个接触内底，伫迄个动气内底，咱偷偷有迄个法门，来偷偷来修来改。所以讲，一世修一世行无简单呢，真正呢。我感觉做人足艰苦呢。我感觉做这门书啊，足艰苦呢。足艰苦呢，真正有话无得讲呢，真正有影呢。大家笑袂出，做无快活呢，真正有影呢做这门书艰苦，艰苦啦，好啦。我今日做空诶，你台那边哎哦，台湾一空诶个，真了哩。咱讲嘛，这吼，人讲处理就不讨好，安尼吼，真正安尼啊。那个付出，那个牺牲吼，那个劳心劳力，这真正是艰苦诶个吼，这大做艰苦诶啦。但是今日肉体，咱的本质是什么？肉体的本质。第三，咱们来了解，肉体伊的本质就对了，伊是苦，所以生老病死八大苦，苦病苦什么苦都来，苦，这拢来对了。所以这肉体伊的本质是苦的，你爱互伊苦，你要互伊艰苦，你要互伊忝，你要互伊啥，安尼才会成就。所以这爬山有艰苦无？有无？咱做人爱爬山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肉体是艰苦。做工课有艰苦无？有。做工课，大家敢爱做？唔爱。但是无做敢会实现。所以肉体是艰苦。爱物件爱袂着，照做人爱这个物件，肉体有艰苦。有艰苦。爱这女朋友，你女朋友爱你，你遇到互伊啊？叫男婆男3工4工嘛叫人个，为了爱迄个，有艰苦，有艰苦，有艰苦。看病有艰苦无？有艰苦。所以昨昏我一个同事三星的同事请教，做别个对啦，做别个，这个我去遐看，迄个人中间嘛安尼4块钱4无钱，聪明会对啦，聪明。我昨去遐看看咧，我做去遐看看，我昨讲倒转去安尼啦，我甲试，我好去甲看，倒转去安尼对啦吼。我昨晚上我打电话讲有个人走啦，我昨日嘛好势，你跟继续创作咧，走咯。所以肉体是艰苦，伊本来艰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使肉体艰苦，但是艰苦不重要。重要讲你艰苦有意义，所以今日咱爱了解，用这身躯来修炼，用这身躯来入定，用这身躯来做上天的工作，所以安尼咱就已经达到修道诸位消，照计修真一个，所以即理把这个修，即主把这个教，主人已经。你内底你的正位，你的正主已经是去啊，所以必须要教。所以修者理想，教者理论，修者怎么知影这个真相？教的讲我会看到的，所以修道诸位教，落实今日去修道诸位教。所以今日大主人才，要安修，要安做。修不是糊涂查，修是要安怎去做，免咱摕圣灵的道理来用，甲是伊的高手，毋是你捌偌济，是你用偌济，捌偌济无重要。理论知识，口才足好，
迄拢是理论知识。上介重来讲，你要咱的性命，就你真正在你的身心灵内底落实在你的生活上点点滴滴去做一点。时时刻刻把你的本性管好，把你的心管好，时时刻刻把你的本性教好好，唔通叫你命去，安尼才叫落实上好。哦，安尼叫做在家修的，你甲在家才是真正一个模范，模范就对啦。所以一个模范，一个模范，你甲是怎度化众生，教化众生。所以呢，第一，咱参考即个中药伊个大义，儒家的习惯，儒家的习惯，或者儒家的习惯中文一本册，希望咱今日去开始，要来讲中文一本册，每一个月的第3礼拜，是哦，敢是你讲的第3礼拜？每一个月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啦安尼咱大家读好无？好。这个讲书要做大呢。伊讲拢袂食袂分钱，安尼我对阮这个讲书我这讲书多，所以因做认真讲道理，安尼认真啊，听好无？好。甲咱这个中文这本册来头七要加读不了好无？好。把咱讲出伊的地位发起来好无？好。把咱讲出生活发起来好无？好。摕来对啊。咱的心，咱的家庭，咱的环境，咱的社会，咱的职场，咱的人际关系内底，安尼，互法保证咱绝对先得，好无？好，安尼哪做好无？安尼赞无？赞，好，非常感谢，以上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众全体。这个是10边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咱这里认真。